亞洲電視記者楊嘉玲報導。返嚟本港，懲教署由2011年開始將藝術治療融入更生服務，俾在囚人士參加藝術活動嘅時候重新認識自我，培養正面嘅人生觀。潘詠儀同一個在囚人士傾過。藝術表演可以令在囚人士重拾自信。48歲嘅阿達25年前被判終身監禁，佢之前參加咗懲教署嘅創藝展更生計劃，開始表演話劇同埋音樂創作，透過藝術活動改變對人生嘅睇法。其實牢獄生活咧，我諗係每一日都難捱，所以頭先我同啲學生都講係一定唔好犯法。透過音樂一啲歌曲嘅創作咧，咁發覺原來係可以俾你自己去回顧翻你自己嘅生命，甚至乎去睇將來會係點。你可以透過歌詞去表達，嗰一下原來慢慢地可以將我哋個心打開咗。印象中就係佢哋係以武力去解決問題，但係而家我睇到嘅係一班反而佢哋係即係用一種好正面嘅方式去表達自己啊！咁除咗演話劇之外啦，一班在囚人士喺義工嘅輔導底下，亦都創作咗一本劇本集，並且會將佢哋嘅作品送到各間大專院校嘅圖書館，令更加多嘅學生可以睇到。亞洲電視記者潘詠儀報導。新聞報導。